大家好，我係黃偉國。可能話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開始第六次民意調查。今次民意調查嘅題目係關於對香港、大陸、台灣同埋澳門嘅觀感同埋評價。各位有參與過意見頻組嘅朋友會收到相關電郵咧，邀請大家係登入連結咧，係填寫相關嘅問卷嘅。咁如果發覺到冇收到電郵嘅話咧，咁可能麻煩響大家喺呢一個你自己電郵戶口裏邊嘅呢個垃圾文件夾裏邊咧，可能會揾到呢一個邀請填寫民意調查問卷嘅呢一個相關通知啦。咁如果有朋友啱啱知道有呢一個民意研究計劃，亦都有興趣填寫問卷嘅話咧，可以係留意翻相關嘅資訊，去邀請大家咧填寫個人嘅資料咧，係定期會收到呢一個民意調查嘅呢一個問卷填寫嘅。咁希望各位無論喺香港或者喺海外嘅香港朋友，繼續大力支持我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多謝各位。